我们功夫服。那先从我的这个帽子给大家讲起来吧。咱们的这个帽子呢，其实是它有一些怎么说呢？有一些戴法，就比如说是结了婚的话，咱们这个女生呢是往后戴的，那咱们是未婚的呢是往斜着这么戴。那这个藏语名字叫森林小木。森林小木，对，它这上面有很多的图案，其实都代表着一些吉祥啊，然后如意的这种的一些图案。那我现在脖子上戴的这款是我们的项链，叫做格乌，藏语里面就是格乌，上面会镶很多的一些宝石啊、绿松石啊这种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工艺越来越好了，咱们这个做出来的这个项链啊，它颜色呢也是越来越好看，而且特别的精致。是。然后我们这边当地就是穿这些服装的时候盛行的一种装饰品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这个身上穿的这个袍子啊，其实它是用普鲁做的，所以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些气候的原因吧，我们就是需要用这种的材质来做这个普鲁。那现在我们穿的其实是已经改装过的一些，它有边边有这种，会有很多的图案刺绣啊，这种也是很多一些花呀、凤凰啊一些的图案。那我腰上戴的呢，就是藏语里面就枪锅。枪锅。对，它其实走起来呢也会有叮铃当啷这种响声，其实我戴着就觉得特别的好看。那我们这整个的有些里面呢会穿我们的这个拉萨的这种的藏装，那么有些里面还是穿的我们普鲁的这种袍子。其实今天我就是为了搭配咱们这个桃花，穿了一套红色的。